反正现在青少年会接触毒品，警方是加强青春专案。桃园分局嘛抓到卖毒集团，伫桃园新北顶所在嘛抓到10个摇头。电梯右手边，电梯右手边。家门击开，警方分作3路攻入去，查到卖毒集团分别伫桃园新北店据点，查到姓沈也甲其他10个卖毒的摇头。现场查扣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、伊托米兹分弹，第3级毒品凯他命、彩虹酚，各种毒品加皮包等真济毒品，也个卖毒的不法收得10多万。本分局专案小组与保安大队联手攻坚贩毒集团据点，成功起获贩毒集团首脑及成员11名，查扣毒品相关证物，全案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。扣抓是青少年接触毒品的高峰期，以桃园分局青春专案毒品查缉112年417件，113年428件，今年到目前为止，短4天有14件，查到的件数有相关的趋势。警方强调，专案期间会加强查缉 KTV 等危害少年身心健康的场所，也会针对毒品诈欺帮派组织吸收少年儿少、私密影像等犯罪，也有偏差行为，积极查缉。因为其实它叫青春专案嘛，所以其实应该是要跟青少年讲说，这些地方他们其实是不应该去的，或是不应该出现的，而不是用抓捕这件事情。针对青春专案，戴孝明认为不应该干伫休抓才执行，呼吁教育部应该思考，让青少年爱知影这个所在是无安全的。嘛讲即马青少年大部分是以网络甲线顶的社群为主，爱甲重点放伫儿少的所谓安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